像。杨传书各位影各位真系大家好早。其实吼，就较家己个还担袂起讲师两个即个称谓啦吼就较少讲家己歹势，请各位真系见谅吼就较家己是刚刚讲吼，就算是一定是讲员班结业啦，嘛是搁哩学习的路人啦，嘿毋过其实吼自读4年教育班续落来，已经是过6年了，那个叫讲员班一开始一定是爱对4年教育班开始读啦，迄当阵吼真嘿咧鼓励小学去读册，读4年教育的时阵吼，小学第一个反应就是讲，嘛我无爱，会感觉讲我去读这个班，敢是我就是爱徛伫内顶来做讲师，因为会感觉吼，小学家己做袂到，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，无愿意去读4年教育班。毋过小学最后参加了，发现讲吼，